什么味这么香哈？哎呦，我头前遐有一尾打真好，佮赤鱼啊呢，哪会这香？哦，看起来足好食的，趁即马拢无人，啊无我就来甲偷食去。嘿嘿，哎，阿贤，你要创啥？我看头前遐有一尾鱼啊，我唔知影伊真实啊，卖啦。我看哦，你拄只迄个动作，你是不是要偷食鱼啊？我则无咧。我甲你讲，你拄只个动作，甲阮兜的猫啊一模一样。恁兜的猫啊，嘛会偷食鱼哦。对，而且伊的动作佮足轻的哦，袂拢袂互发现。啊，伊是安怎做哈？啊无，我甲你教好，你若要偷食哦，一定爱看边啊敢有人。哦，猫啊嘛会看，所以咱先甲咱的手当做猫的手共款。啊，咱先看，正边敢有人来，过来看倒边敢有人来。拢无人，拢无人了，咱来看顶悬，正边过来换倒边。哦，安尼四界拢无人呢。我若是恁兜的猫啊吼，我随着跳去你饭桌顶啊啦。互你摇准准，伊都会跳去饭桌顶，所以咱做伙一个跳去你饭桌顶。啊，过来四界看卖对无？对，咱就要确认一下四边敢讲无人来，所以咱捏卡尾，像猫共款，动作较轻的哦，啊，细一哩，看敢真正无人来。俊杰啊，我看即马四界拢无人，啊无。就咱两个人来甲偷情迄尾鱼啊，偷食去好啊！这个提议干都袂歹哟，啊，咱即马就做回来偷食鱼。看到桌顶一尾鱼，香酥好滋味，闻着嘴烂插插滴。转来踅去目睭忍，看拢无人来注意，一个跳上饭桌顶，搁再偷看四周围。